后来乡亲啊，过来是这个民进党台南市长的初选，是充满着高的火药味。立委林俊宪日前质疑伊的对手陈廷辉，借着拿赢的力量打击着党内。今仔日两个人拢到立法院参加记者会，但是无相拄。颠倒是陈廷辉伫咧电梯前拄着国民党的立委谢龙介，谢龙介伸手要甲伊握手，陈廷辉是滑头就走。 过来呛讲，这谢龙介哦是甲林俊宪较好，或者个谢龙介真爱叫。遮尔多好来路骹，伊挂伫咧电梯口拄着，含眼神都无交流。民进党立委陈廷辉大话做伊走，和国民党立委谢龙介感觉讲无需要安尼。他很敏捷的就闪开了。那我认为。 不需要这样，赖总统也不会看这个了。您看到他是不是？谢龙介跟林俊宪比较好。无相对念，赶紧变解关系。陈廷辉讲到台南初选兼在对手林俊宪，拄好两人伫咧立法院同时间出席记者会，只是就也未见到面，就先上镜头小答。谢龙介到现在跟谁最好？ 谢龙介的议员都支持谁？都支持陈廷辉啊！进前则伫咧辩解高峰，命陈廷辉就拿赢来打击党内。林俊宪阁点名谢龙介指挥党就机关对谁走，和谢龙介无奈来回应。我认为我们三个人这个时候应该要团结在一起，不要辜负了赖总统的一片心意。要称的话，应该有一个底线。 不要不讲道义了，何况赖总统也极力在帮忙，逼得陈委员都喘不过气来了。强调未介入民进党内战，只是要话倒一堆，拢感觉唔实际。我不能要等电梯啊！你像这风度，这要做市长的格局就是安尼。我会当甲小天的呢。你可以哦，卖小孩，卖小孩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